很感动，最后一场还是可以而且他第一届也参加，第2届也参加，永不言败的这种精神。对，好吧，我希望第10届还是看到你。你主持，然后你参赛，继续比。我可以来主持吗？你什么想要换掉我？进去。谢谢顺中，谢谢老师，谢谢大家，祝福你，祝福你。哎，如果第10届他还来，意味着他不会去前3名。他要主持，你没有听见啊？你看野心多大？对啊，他要把你换掉。好，野心大。讲到野心大，我们就请一个大的出来。怎么叫大的出来？OK， 这位编号2呢，他一出来你就知道了。航空母舰来。他的身上又有美丽，又有钻石啊！是哇，人如其名。许美传带来的歌曲。对，用心演唱，用心聆听。千里旁，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月，万里城，万里树，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要行。什么款的杀气，什么款的角色，什么款的枭雄，逼阮策马对风阵。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定拢想你。真久以前浪子的传说，如今拢演在起。真久以前浪子的传说，如今拢演在起。啊，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啊，怨怨怨怨怨一世人，心肝愈苍苍，找无酒来熬。演起啦，莫搁遐尼大声对我讲话。啊，恋恋恋，有你的心留不做，为你破碎，另有将要为你。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月，万里城，万里树，万里烟，万里风霜，我想要行。什么款的杀气，什么款的角色，什么款的枭雄，逼阮策马对风阵。情对着你的无讲理，啊，怨一世人，心肝愈苍苍，找无酒来熬。演起啦，莫搁遐尼大声对我讲话，啊，恋有恁的。
心头做的，为你破碎，你又点地位？啊，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啊，烦烦烦烦，要一世人心肝愈惨惨，找无酒来熬。做的为你破碎，你又点地位？哇，美钻吗？美钻啊！谢谢。哇，请享受属于你的所有的尖叫声跟掌声。谢谢你们1、2、3，谢谢。好停。好，我们要美钻照顾一下前面几排的观众。哦，对对。哎，美钻今天辛苦了。选这首谢谢《堆堆堆》哈谢谢，哎，我非常佩服你，因为这首歌唱得好就上天堂。唱不好，回家进厨房。很难唱，就算是专业歌手，对我们来说呢，怎么样这也是大歌。刚才还满意吗？我已经尽力了，可是我很享受，因为我觉得以我的参赛的歌曲走过都是抒情歌，我给自己一个挑战。是。那我觉得唱的好或与否，这个是其次由我们的评判来做决定。最重要是你有没有对享受刚才那我有享受4分钟的是属于你的时刻。是的，有所以那我也有就是做了我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评审享受一直谢谢跟你一路走来的评审，也希望看到你有所突破是的，呀。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好了没有啊？准备好喘口气哈，好的喘口气。这首是非常不简单驾驭的一首歌曲。呀先欢迎我因为们的这一位是毒舌来的啊，在我们黄金年华，他就是毒舌，其实呢，一喜为利后啦，耶啊，苦口难药嘛。这样啊看他有多毒。来，我们欢迎朱丽丽。是的，老师。堵你的头啦，堵！读你1000遍也不厌倦。讲真的，来到歌唱比赛，每一个学员都是学生，每一位参赛者都是要听我们的那个内心的话，哪里不对都要讲出来，对不对？对不对的话，赞。是的，啊，不能用讲的，不能用假的吗？他讲到肺接不下去，你是没有肺的吗？啊，我没有肺了啊，OK。现在我要讲的就是你的麦是有问题吗？对，是的，对，有时候有声音，是有时候没有声音，对不对？是的，老师。换一下麦好吗？因为接下来如果参赛者再拿这支麦的话，一定会大大的折扣，一好不好败涂地。对，但是我觉得他刚刚那2句我们都有听出来，绝对不会影响他的打分的哈。 OK， 我现在可以讲评吗？可以的。许美传，就对老师堆。我是身为一个艺人歌手，我在台上每唱完这首歌，我都会很喘。这首歌是一首很大的歌，大歌，吃力不讨好的歌，在歌唱比赛真的是你非常的大胆，真的，因为所以你唱完有没有喘？很喘，会喘，有可是喘，已经哇 OK 了。这么大一桶还会喘？喂，当然，喂，叔叔讲话讲好好，很多人哦那里。再说前面那一段是几乎是空的，只有一点点的 backup 音乐，让你去 drag， 让你去发挥那个空间。如果有一点点气息不够，还是有瑕疵，这样你就完蛋了，很快马上就出来了那些毛病。所以这首歌真的改次如果比赛真的不要拿来做比赛，好不好？好。还有你有一些音不准，有几个我刚刚就是在听，哎，不对呀。但是如果唱得好是 OK， 但是很明显的那个音是不对的，所以你回去听一听，好不好？好的。还有就是你的气 sustain 不到，
你顶不到，你顶不到，应该高的冲的时候啊，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心，这个就是要冲了，要放了。但是你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变成说你要这个气息，因为我知道你要保留你的那个力来唱完整首歌，但是你每一 chorus 的时候就要放，你能够放你就放了，但是你就是 sustain 不到最后，所以你变成的感觉是扳直什么直啊？扳直。哦，有一个人的做这阿直叫绑直的。扳直叫什么？板姐咯，扳直叫扳直咯。扳直叫什么？阿姐啊，嘛是扳直。一个新加坡，一个马来西亚，拢叫嘛扳直，你不要听了吗？这客属的客家扳直叫什么？崩扎。啊，对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咯。所以这首歌就是你的败点，你的败点。讲一点好的嘞，鼓励一下。没有，你没有听到说我是毒舌咩？我只会挑毒的。哦 ，OK，所以希望没关系，耗一下。没有，所以希望你每一位参赛者都是一样的。碰到我评的话，你可能会但是可能会听不到一些好的啦，坏的我比较会讲啦，因为他都讲了，每个人都讲我是毒舌不变啦。好，还有角色扮演。如果我参赛哦，给他这样评一下哦，我发誓不再比赛了。不会啦，那他不会，你看他会吗？这是一个不会了哈，过程嘛。只是说因为我都讲这首歌是我自己觉得我要自我挑战的一首歌，我也要给评判就是我们的一路走来的评判都是看到我都是以同样的一类型的歌曲。今天呢，我就要给自己一个新的尝试，一个新的突破，就是要告诉那3位评判，你没有待在舒适圈里面对，而且我也很谢谢他们的提点，他们每一场的提点我都有记住，然后我都有用在新的歌曲里面。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唱一首歌，再一次，好像我们今天听了莉莉老师的点评，那下一次我还是会唱，可是会记住你所说的。谢谢。我下来这位评审很老实的，是的，还有一位评审哦，老实人，能够听到他的讲评哦，真的今天赚到了。对，我们要欢迎庄学忠老师，请点评。庄老师你好。好，有了。好，那刚才你们希望说听一些比较好的，我来讲一些好的哈。谢谢你老师 ，balance 一下 balance， 感恩了。刚才我一看美传走出来的时候，感觉他一出来那个台型，我觉得他是杀气腾腾啊，因为这个是大歌嘛，不是江湖大歌，就是很大气的一首歌，他是有杀气的，感觉他是骑着一匹马，然后就拿着一个大关刀出来。准备大开杀绝大开杀戒啊！那结果他走到台上的时候，然后演绎的时候，觉得他的这个整个演绎的这个声量，跟他刚才出来整个架势，他是有了少许的落差啊。那这个OK， 那我再讲一下，但是我最欣赏的一点就是你在整个台上的那个过程你非常享受。这一点是真的是要给你赞赏的哈。是他赞叹。昨天跟我讲，他很享受下来。享受。哥是 enjoy 享受 enjoy。这个也是其中一点。享受。OK， 享受也有。最重要的一点，就像刚才我们李老师说的那你在整个的这个演绎当中，尤其是有几个特别高音的地方，那你那个音准是有明显的那个 pitching 是有点不到的哈。那。OK， 尤其这首歌，它一直后来在重复副歌，再重复副歌，所以到后半段的时候，接近尾声的时候，你有相当明显的那个后劲不足的感觉这一点我觉得是还是要有待改进的哈。是，希望下来那除了你的台风还是能够继续的加强，当然希望你的唱功也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是的，老师，好，来，谢谢，祝福你，祝福你，谢谢，谢谢美传，祝福你，谢谢，你是应该要叫他一声新妈啊，他女儿就是林夕夕，很棒了哈，祝福。其实我很欣赏他突破自己，对，不要躺在舒适圈，而且改变歌路。台风绝对是有加分到的，而不是为了一定要得到冠军而唱自己舒适的歌曲。
这一这一点值得我们精神学习哈是值得我们鼓励的，对不对？呀，加油各位！已经唱了2位了，接下来是编号3的参赛选手柯温婷，带来这首参赛歌曲《拼输赢》。掌声欢迎他。我这条路，阮是行甲真无辜，时来小船仔命，只有一人爬无路。一旦出头啊，山来变无伴，小船仔过河啊，人行。佚佗的人生，见面着拼输赢，咱若无计较，就予人笑两正。佚佗的人生，见面着拼输赢，命若有底换，阮也袂甲人搬。人手举起也只有向前行，咱是小船仔命，只有望天惜命命。不望出头啊，看会较快活，小船仔过河啊，步步行。小船仔过河啊，都是命。我这条路，阮是行甲真无辜，时来小船仔命，只有一人爬无路。一旦出头啊，山来变无伴，小船仔过河啊，人行。佚佗的人生，见面着拼输赢，咱若无计较，就予人笑两正。佚佗的人生，见面着拼输赢，命若有底换，阮也袂甲人搬。人手举起也只有向前行，咱是小船仔命，只有望天惜命命。不望出头啊，看会较快活，小船仔过河啊，步行。小船仔过河啊，都是命。阿婷的 family and friends，哎，他们在那边，阿婷哦，真的亭亭玉立了。哎，我不好意思，各位，可以给我3秒，我拿一张椅子来站吗？好高，哎，我跟你讲，显得我蛮矮耶。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我徛到远的较好，下死下静啊。哎，姐姐好，姐姐，我跟你讲吼，你闹开啊！你谁啊？你你讲较死啊！你规身躯的肉笃笃的，无够伊一支大腿做啊！哦，阿婷啊，好漂亮哦，阿婷。阿婷选唱这首歌曲哦，是呢一首呢非常特别的一种呢，是这种韵味的福建闽南语歌曲。自己本身是福建人吗？是福建人哦。以前是模特儿嘛？是吗？不是，空姐。大腿啊，你短做做模特。哇，这个神来一笔，神回复。啊，你看是她是不是模特儿，是空姐。
对。空姐。哦，所以卡腿大会使做空姐。会使，伊啊飞机袂稳哦，伊骹腿大安尼稳哦，稳稳。栽卡掉我哦，现在还有在就是飞行吗？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哈，因为没有 COVID 的关系，还是因为卡腿卡大了这种，因为跟卡腿没有。因为他超重啊，一定要380才可以。麦等下讲来卡腿了。 OK 听一下讲评 ，OK？是哇，会选择这首歌，为什么会挑这个歌啊？是啊，喜欢原唱者还是喜欢里面的内容意思？对那个意思吧，意思那个哈意思对。觉得人伫咧江湖，有人的所在就有是要非，拼输赢，就要拼输赢，拼回死就对了。拼，别死了，别死了。听一下，Made in Taiwan。 But come to Singapore, we have the 许琼芳 C 查某老师，请讲评。温婷，我从初赛一直到今天这个大决赛哈，其实呢，我都蛮喜欢你的，因为你的表现，你唱的方式哈，跟很多就是我们这些比较资深的艺人啊，是有一点出入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呢，你这首歌选的不好。 啊，这首是蔡秋凤的歌。蔡秋凤大家都知道，她擅长的就是用她的鼻音在唱歌，所以她有特色。所以今天呢，你这首歌选了之后呢，我感觉到没有突破你自己以往的表现，然后感觉到就是中气有一点不太顺哦，咖喱哦不够清楚。 前几场的比赛哈，我都觉得你非常的好，今天有一点可惜啦。但是你的水给你结婚好不好？OK。下来我不知道要恭喜你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位要讲评的。哦，你卡腿互伊看，伊就讲你好了，我看。哦，无啦，无你款啦。有啦，伊都唔知伊会白灯咩？哎，裙拉高一点。哎，喂。 直接开玩笑，来欢迎我们的天王直播天王王雷，欢迎王雷老师。阿婷啊，坦白讲哦，你经啥啦歌？其实蔡秋凤真侪歌最影响啊，算命啊，哦，算命是上好加分的。我唔知怎你今日经一条歌，这条歌真的，因为你转的音爱转甲莫转，你转到一半，你也袂顺，佮第二你的低音就低袂落。 啊，有可能你骹腿较大机啊，你看，饲袂落去啊，你看，你一出场呢，计伤紧张了。我一看你是，真紧张了，因为你骹手足阵起，我就知影，因为唱歌的人，我坐帮大家听，你会知袂知？你的面已经出卖你了，你真紧张了。上重要，本来我无考练的做分，落尾一句。 都是命迄赌那一字那个字，你哇完全你唱到去荷兰，真的。你安怎唱赌？他的音已经赌是命。不是那个赌的音不在那边，他已经音准已经不见掉。那个是我扣你最大分。哇！所以你今天看卡腿不没用。本来扣分，阿婷那是头一摆面对安尼侪人唱歌，是吗？头一摆，还是有很多的比赛经验。有。啊，其实哦，真侪人袂记福建歌，口啊，我个人感觉转音上重要。因为咱福建歌较侪拢对日本的演歌严格在表达方式，我觉得转音对一首闽南语歌。 太重要，是要转得好。要这样，都是命的转的。OK， 好，免惊，你妈不会想就好，你500块。你不要讲，可能人家有在前3甲嘞，可能后面有忘词的嘞，可能有忘词的嘞，忘记进歌的嘞，后面全部唱到大乱了。好啦，很难讲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啦？等一下就请他的神来聊，有没有看到？谢谢阿婷，谢谢，祝福你能够一路呢唱到大决赛，就值得鼓励了哈，值得给他们加油。来送走了阿婷之后，接下来阿奇要来了，阿奇哈，这位参赛者呢，比较娇小一点啊。 比较温柔，我们就不用这样累哈。好，编号4林爱琪带来的参赛歌曲是《波比》。
去到遐，世间遐尼大，流行什么衫，什么车，人拢对咧拍，念着什么写，什么歌，拢总你讲遐，你讲老王对咧听，宝贝，唔通搁心头一直抓袂定。这认真打拼，拢是为了啥？求签诗，有摆才会出头天，想予你，做落才有好时机，来讲 sorry， 哪有意？生命来飞出天，飞出天，生命来等来做阵宝贝，哦宝贝，宝贝，哦宝贝。也来到这，去到遐，世界遐尼大，流行什么衫，什么车，人拢对咧拍，念着什么写，什么歌，拢总你讲遐，你讲人拢对咧听，宝贝宝贝宝贝啊，唔通搁心头一直抓袂定。这认真打拼，拢是为了啥？求签诗，求签诗，有摆才会出头天，想予你，想予你，做落才有好时机，莫讲 sorry， 哪有意？生命来飞出天，飞出天，生命来等来做阵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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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啊，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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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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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啊，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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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运途错无是注定，凡事着爱相信，才有保命。相信有命爱靠自己拼，会予人成功。求签诗，求签诗，有摆才会出头天，想予你，想予你，做落才有好时机，莫讲 sorry， 哪有意？生命来飞出天，飞出天，生命来等来做阵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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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啊，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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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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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啊，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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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耶！又唱又跳，爱不情，错不错请看一下你的啦啦队为你特别准备的看板在哪？里？啦啦队。哇，加油，你最棒！哇，真的哈，人生 OK 有因为有你们而精彩啊，真的。啊，艾琪真的聪明了。嗯哇，农历7月选这首《波比》哦，这辈也改波比了。这条。今天没有，今天跟中元节没有关系啦。啊，一般上没有关系我们歌台也是这样啊，前面有一排啊哈。妹妹想要唱啊，前面有，所以你的意思是这边全部老大公就对了，不要乱七八糟。哦，这妹条瓜就妹有没有干嘛？想要唱歌台，想要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啊，好嘞。但是如果我是你，我今天换歌词，我会唱啊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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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接着下来我们2位评判要给你讲评哦。是 OK，来这个我们请曲风很特别，欢来迎小凤凤老师。艾琪你好，老师好。你好，我想要说的是，我觉得很可惜啊，我觉得你今天这首歌，我坦白说问题还蛮多的，因为我问题很多，可是我温和的讲啊，我觉得你的那个很多尾音都不准，尤其是其实这首歌它我觉得它并不是一首蛮适合
比赛的歌曲，因为它其实对我来讲，它有一点稍显平淡了一点。可是因为今天这个编曲的关系，它其实是可以有的发挥的，尤其是前面其实一进来一开始的时候，很期待哦，那个是给你自己自由发挥的时候。可是那时候就很明显听得出你的那些 beat 的问题。然后很多前面一开始不是有很多什么加那些，你都那个 beat 音准都不稳也不对，然后还有你唱高音 sorry 那边那些音也听得很明显，很尾音都很不稳。然后最重要，你后面回来的时候进 chorus 的部分，你有没有察觉到你自己有赶拍？就是配合老师的部分。所以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紧张还是什么，可能就是下次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很多这种 beat 的问题，其实你要去好好的去认真的去研究它啊，让自己再缓慢一点啊，不要那么急唱歌。谢谢。哇，我真的后悔请小凤凤来不会啦。哇，没有，原来她听歌听那么清楚的。当然啦，人家是老师级了耶。真的厉害哦！厉害嘞！所以 pitching 啊 ，you know pitching？ 啊 ？How to correct pitching 啊 ？What is pitching？Pitching 就是音准啊。哦，音准。可能要拿个钢琴，哆这样，每天一直这样练。是不是？啊，等一下有时间问一下老师哈，怎么样？音准把它雕的比较呢更准一点，好不好？接着下来，哇，两位都是。来自大马，厉害，唱片无数的，帮你讲评，赚到。来，庄学忠是来艾琪你好，那老师好。诚如刚才小峰老师说的，对，就是你主要是那个音准的问题了。然后这个歌曲其实我们刚才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说，它完全是颠覆了之前我们听的这个原版的哈。那其实它这个编曲呢，我觉得它是有铺陈的。那就希望说，在前段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他那个比较 free 的那个地方哈，然后是能够让你发挥的。我觉得说，可能前段他是可以唱的比较有一点带一点妩媚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想做那个感觉，但是那个妩媚稍显不足啊，所以感觉上就是跟后来的在转快节奏的时候，然后你的节奏又开始有一点慌张时而快时而慢的感觉，所以整个搭起来就觉得有一点那个落差就很大了。然后整首歌其实因为它整个的它的 range 它的音域它没有高低起伏太大，所以整首歌你处理的话，如果你这个堆叠不够明显的话，层次不够分明的话，就显得整首歌是很平铺直叙的，听起来它就不能够感动到人家。我觉得这个选曲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好不好？加油哈！再接再厉。我觉得今天只要我是参赛者，我觉得我也会受益耶。就听我们评审对其他参赛者的这个讲评，自己也会我真的很想了解，为什么你也选《波比》这首歌？因为中元节的关系吗？不是，是有什么原因？你喜欢这个编曲？是啊，我们喜欢这个编曲。以后我们有编曲比赛再选这首了哈。OK， 有人搞编曲比赛，我要参加歌唱比赛啦。OK， 那我们祝福你，谢谢。请在后台休息，等待你的成绩。我们年纪非常轻的妹妹，谢谢编号4的参赛选手。接下来也是非常年轻的歌手。OK， 编号5的黄凯琳带来歌曲《爱甲超过》。相信你对阮讲过的话，当作山盟，当作海誓，对你的爱一天比一天多。
是你一句惊天动地，伤咱的话，写甲遐尼干脆。彩色的人生，好亲像晴天打乌云，变乌白。一切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爱到最后，阮已经无路后退。原来爱情是深刻无底，一时的快乐价值偌多，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听无手来抓手拍，失落的花，雨风经过，花蕊。失去控制，爱到最后，阮已经无路好退。原来爱情是深刻无底，一时的快乐价值偌多，是爱你爱甲超过，失去控制，听无手来抓手拍，失落的花，雨风经过，花蕊。开心、啊。OK， 哎，其实啦啦队不用那么含蓄。哇，其实啦啦队不用这么含蓄的，你们可以站起来喊的。来，站起来喊一遍，来，1、2、3，哎，为了你嘞！1、2、3，口号！为凯琳加油！1、2、3。凯琳最会唱，冠军就是你，谢谢你们。等一下请大家吃大餐哦。我其实不知道他们有口号，希望你们会准哦。希望他不知道他们有口号，准备很久呢，很久没有讲华语了嘞，这一班。不要来开玩笑哦，暑假秋福建歌啊，这首歌是真正好听。很奇怪哈，哎，凯琳是位钢琴老师。老师好。一般上钢琴老师应该是唱华语歌。怎么喜欢唱福建歌？受我爸爸妈妈的影响吧。哦，你爸爸妈妈哦，刚才我在门口看到你爸爸了。哦，长得很像我。爸，很帅，对不对？我爸爸超年轻的，爸爸爸自己也喜欢唱，为什么他没有来比赛？收山了。哦，收山了。开玩笑。对，如果他来的话，这一群都不够看啊。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好。接着下来，我们先请浩浩老师一直在看着你过5关斩6将到今天，听一下他的讲评。凯琳今天有让我惊艳到，因为平常我们在之前的几期，我们都在直播间里面，所以呢，它的活动范围没有这么样的大，可能就只能锁定在那个位置。但是你今天竟然可以把这么大的舞台，然后把它诠释的这么好，把它运用的这么好。然后呢，你在这个副歌的时候啊，你有听进去的哈。然后把它加强的层次，把它做得非常好。然后呢，你在这个后面的那个高音的部分，你也把它修饰的非常的完美。再加上你又飘逸的感觉，加油！谢谢老师。好，我们来听听毒舌怎么讲哈。猪毒舌。哎，不是你喜欢他这样，你才把他请来吗？对。因为你没有看到前面的那几场都没有叫我去咩？就是因为怕我毒吗？不是，我怕你把参赛者通通毒死。毒完了，不敢来了。OK， 爱个巧鬼王凯琳，哎，其实你的跟我们的一个同事是一样的名字，对，同名同姓，是同名同姓，爱个巧鬼。我是觉得说你前面有比较
鼻音稍微用多了一点点，你应该用你真实的声音唱出来。然后，如果你这首歌你用你真实的声音唱出来的话，这首歌是饱满的，就是缺一点点，就是声音薄了一点点，所以整首歌没有什么很大的吐差。所以，如果你的声音在唱后时的话，尤其是来到副歌，我要的就是副歌的激情。但是你的声音是我欣赏的，就是我欣赏的一点就是你的高音。你的高音是让我听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刺耳，有的人高音是非常的刺耳，但是你的高音，你那隔壁那个咯，我的高音是 stereo 的人所以有的人高音是刺耳的，但是你的高音是高，但是是滑的，不会刺耳的感觉，所以变成说你有一样不足的就是你的声音有点扁。如果你是薄的话，你是圆的话。在副歌的时候，再给我多一点点的激情，那就是后面有 dragging 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层一层一层的搬进，你给我那个感觉，就是因为你爱到超过了，你就是要给你自己很愤怒的那一种激情的情绪给我，但是你稍微给我的情绪就是弱了一点点，所以但是你整首歌你是唱得很好。OK， 老师，谢谢。这个我要2个字很重要。问朱老师一下，很好。他声音扁是不是跟身材有关系？你不是说你短咩？你矮咩？那你的声音有没有差到？对，我都拉很短的，没有拉很长。所以没有跟身材是不一样，没有一样的，没有OK 的，没有关系的，只是说你要懂得你怎么样用运气把你的声音给圆掉。原来如此，明白了，了解。收到没有？收到。祝福我们的凯琳，祝福你，谢谢，请到后台休息。不怕。毒舌说好嘞，他唱。义工很好义工很好，有那个狠的呀，都没在听期待等一下的成绩。很好的意思就是他下笔很狠的。可能在他那边的分数会可观性很强。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参赛者的年龄都偏年轻？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年轻，大概是20岁吧。20岁而已，跟我差不多一样的，跟你也差不多一样，跟你妈差不多一样啊。OK， 这样你舒服了吧？开心。OK， 编号6，福凤妹带来的歌曲《哑巴情歌》。世间冷暖，变成歌声，献出阮的心痛。爱你有偌深，不捌讲予你知影。舞台人生只有一情情加难过。你无爱我，我所为你。命运重担，我拢哭袂出声，将我有偌难，我免会到来承担。面对众生，我把心酸流入心肝，一条条无心的无情的歌，逼阮勇敢。
我所为你拖磨，命运中歌，我拢靠袂出声，伤我有无当，我便会到来承担，面对众生，我把心酸留你心肝，一条条无心的无情的歌，逼阮勇敢前来看破，为何心破碎的人拢不知心酸？不带着用心的用情的歌，用目屎歌声来唱作，敢讲爱的别人才唱出心声。一条条无心的无情的歌，逼阮勇敢前来看破，为何心破碎的人拢不知心酸？不带着用心的用情的歌，用目屎歌声来唱作，敢讲爱的别人才唱出心声。哇！哇！我听到他一声叹气，哇！终于唱完了。凤妹的亲朋好友，来，阿姨、姐姐，哇，全部为你而来，很感动呢。是他们坐哪里去呢？其实我们每个选手啊卖50张票，他卖60多张。他的这个亲朋好友、妈妈的朋友、爸爸的朋友、哈朋友的朋友都来了。是这首歌《哑巴情歌》，福建话安怎讲？会到情歌。哎，真的嘞，我跟大哥在后台，哎，怎么念呢？这个歌，哎，真的叫《野告情歌》啊。他们用不同的那种感情的方式，就是内心的世界去表达对彼此的情谊的。是，所以很有意义的一首歌。是的，也是我第一次听的一首歌曲。All right， 那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如萍老师来为凤妹讲评。凤妹好，老师好。你很厉害，每次选歌都选很适合你的声线的。那唱福建歌上重要是家己要真清楚，就是讲阮人唔免看你，阮会知影你在唱什么。所以我觉得你的咬字，你的福建歌咬字很清楚，而且今天这首歌曲感情也蛮到位的，所以再次恭喜你，唱得好。唱得好，来。刷落来是王的，看卡腿的，那平的东西，也是大机。没有，这纯属巧合，纯属巧合。头一支大机，第二支本大机。这小妹妹你哪该惊？小妹妹今年几岁？今年20岁。哪该惊到哈？哪该惊到？我跟你讲，我做评审，我很喜欢做福建歌的评审，因为我很喜欢福建歌。我一踏出社会，我听头一首歌。头一首歌我学的福建歌，龙珠的心情，所以我到现在61岁，我还是很热爱福建歌。因为你今天这个声线，到现在啊，我个人比赛者参赛者最漂亮的就是你的声线。谢谢，谢谢。你的声线最漂亮。本来我今天给你很高的分。本来啊，为什么我听到本来？为什么有本来？为什么有本来？后来呢？卖本来。后来救了他，因为他前面第一句可能他选了这首歌选对的歌，他的低音再压多能压下去，压得过，我今天给他满分，就是这一点那一句。压不过，来，我躺下来，我躺下来给你压一下。对看买，看你压得下。我觉得为什么他你敢躺他敢压？我觉得为什么他第一句压不下？第一句他第二段还是压不下。我觉得他口型有问题，所以因为他哭牙了。对什么 ？T 哭牙。 T 早不哭晚不哭，比赛才来哭。我们有做那个 Zen 烟嘛，那个隐形牙套，我已经介绍给你多了。是会影响。比如说有淡薄龅牙。对，他压就那个低音就压不下。但是我很喜欢你的声线，你这种声线是录音的。哎，真的，是录音的卡，
所以叫建斌有空带你去录音。无用了，70岁了，妈那个录音。你带伊去就带去倒咯，录音嘛要带去倒咯。哦，录音免累啊。阿公阿公有累啊，阿伯啊，连阿伯有累。阿伯啊，叫阿伯啊，叫阿伯啊，叫阿伯了那片，对不对？出一张照片。对，选几个好的出一张。我觉得大哥的建议是对的，对不对？你看，你帮20岁的灌唱片，以后你老了，他帮你包尿片，多有划算！不划啊！哦，还喂我吃药片啊！所以我觉得不错，就不错。我透露一点。到目前我给他最高分哦，来到 No.7哦，后面有很多在哭了，你听到吗？对吧？后面前面5个都在哭了。特别683。OK， 好。OK， 谢谢。祝福你，因为还有3位还没有唱，给祝福。先不要高兴啊，先不要高兴。平常心。但是那一区的已经很暗爽。没有你进去还要很忧郁这样进去，很 stress 这样啊，呀，好，可以啊，加油啊，妹妹，忧愁一点啊，进去啊，不要太爽这样进去，前面5个看了不爽啊，要照顾一下别人的情绪，对，照顾人家的感受啊，因为现在他最高分哎，对不对？照顾一下啊，脸臭这样进去 ，OK，now start， 1、2、3进 ，OK go， OK 好。我觉得我们的参赛选手都对答如流，而且台风稳健呢。学唱歌要先学做人，这个才重要。而且呢，学唱歌可以有人教你，做人只有你可以教你自己，是人家都教不到。接下来这位，所有的人参赛都轻轻松松，只有他最辛苦。为什么？每一次来坐10个小时的长途巴士，从霹雳州来。但是你还知影，咱的头奖的现金是偌多呢？6888乘以3，2万1马币。那是伊头名，伊换车来应该会使坐飞机转 business class。无咯，坐专机哦。爱看伊表现的如何。编号7，周晋生。哎，多来一首《咱是好兄弟》。鼓励。
一条路有苦也有甜，交叉朋友要说你，为什为什么？为着亲眷过离去。厝内家兄弟，咱是好兄弟，计较较多算啥物？唔通为爱来相争，请你感情通放一边。咱人拢是好兄弟。兄弟，咱是好兄弟，计较较多算啥物？唔通为爱来相争，请你感情通放一边。咱人拢是好兄弟。你好，哇，敢若是伊一个吼唱一半有掌声的。目前来讲是为止，唱一半有掌声的是你。因为后背够两个也未唱，好，我们不要影响这个评判们的这个下笔，那个评分。我们知道周晋生是千辛万苦来到我们的比赛场地，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又是做了，老师们也辛苦了哦，你是各位听众也辛苦了。你是昨天来还是今天来？今天刚到。哦，刚刚到，今天早上。那你不是很早就要出车了不？对啊，对。半夜了。半夜昨天3点多。自己开哦？没有，坐巴士过来。自己开就没有得睡觉了。坐巴士过来哦，精神可嘉。刚才佩芬说哦，今晚可以搭飞机回去了。如果啦，如果我不知道成绩等一下怎样哦。对对对。那你平时有一直在参加歌唱比赛还是？有，平常的时候都是在比赛而已。他的职业是歌唱比赛啊，副业啦。副业职业是做工养孩子啦。因为他跟我讲。他有拿过100次冠军呢，很厉害了，不是门龙不过江啊，大大小小了哦，2个人的比赛他肯定冠军哦，3个人的肯定冠军，也是有这样的，也有。曾经我们的学中老师也是参加过无数的比赛，也是100次冠军哦。然后跨流一来，超过了，你发不了。学中老师超过100次了。那今天就由我们的琼芳老师来为您讲评，好不好？琼芳老师，这一位很猛嘞。小妹妹，你又来了，我也来了。其实周晋生哈，10个决赛的你是经验最丰富的，对不对？他是经验最丰富的，所以我们给他呢也是要最严厉的这个讲评。但是真的，没什么话通我讲，在半决赛的时候，他的唱法呢，有一些呢就是那种詹雅雯的那个唱法，好不好？你转音的时候在突然间就起啊嘞。但是今天看到桂林，吹，千万袂使讲死啦，爱讲好兄弟。看到桂林。看到桂林，看到桂平都有啦，桂林我都无啦。连他今天有跳脱那个詹雅雯式的那一种转音，后面的那个转音突然间的就往上冲，有没有？但是呢，他的歌路是蛮广的。你看他的谁的歌他都能唱。小黑今天这个是小黑的歌。对对对。我足惊你学小黑迄头你砰你看然后呢很怕，但是他今天是真的是声音
足嘹亮的，啊，咖喱是真正清楚，一字吼，连迄个 comma full stop 我拢听甲清清楚楚。哦，我听到 comma full stop 哦，哎呦，真 Q 呢，真的。所以呢，周晋生大家都看好你是顶级的猫山王啊！哎呦，顶级的猫山王哦！我后边真侪头家本是暑假，那希望呢，祝你成功。好吧，感谢，真的，我个人是有影真悬的分，安尼就对啦，别人看安怎？有比我较悬无？哦，悬多咯，相减5寸。上家唔敢讲啊！你平常时是安怎练咖喱的哈？敢若我练咬字吼，我是加果子练咖喱。对啊，像咱加平常时加果子，加苹果时，阮一喙慢慢啊加。应该是多听多练呐，好跑不掉的这些经验，一定要多磨练啊，一直要去练习，而且要吸收评判给你的很多的点评哈，每一次都突破自己，进步自己。进步就要比赛，所以他多比赛，所以他进步很快。没有进步也是要比赛，是，对，一定要比赛就。因为比赛爱来起劲啊，起劲啊。听他讲不是他100次，兴趣啦，他100次的这个冠军那个奖金哦，已经起了5间厝了，起5间厝哈，100摆奖金。安尼4间呢，那够大啦。来，刷落来，咱还有咱的小凤凤老师，嘛爱咖喱哈讲评一个，欢迎老师好。你好，金生。我觉得你其实真的很会唱哈，而且你唱福建歌有我们通常说的福建比手。你的味道非常的重，然后很多我们对福建歌的要求，其实我觉得你都有做到，比如说福建味道，包括刚刚琼芳老师说的咬字你也很清楚，力度你也有，可是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做评审就是这么讨厌，因为我们除了要求你这些，然后我们希望你可以更好。那我在这边，我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那因为你说你常常喜欢到处去比赛，那我想说，可能你可以好，当然要更好，希望你可以再更进步。因为我是觉得说，好像刚刚你出来，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你刚刚说是那个小黑的，所以其实你刚刚我一听你唱，我就觉得你有很强烈他的影子。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要求参赛者不要唱得太像。就是原唱，你要有属于你自己的味道。就是说，我们下次听到晋生唱歌，就算你唱小黑的歌，你唱学忠老师的歌，可是还是你唱出来的那种所谓的味道。所以我们是希望这样子。所以你有时候如果你在学他，就是学他的歌曲来比赛的时候，就尽量在唱法方面不要去太像他，或者去模仿他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说的，你其实都唱得很好，所以很理所当然，观众就会听到，就觉得说你真的唱得很厉害。可是因为我会觉得你的整首歌曲的那个力度啊，都非常的平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要求所谓的收放自如啊，虽然对力度也要有，可是该收的时候还是要收。因为你刚刚每一句对我来说都是给100分。因为一首歌的总分100分，其实要包括可能前面先开始给10分、20分、30分，慢慢的铺上去，到后面的时候它就是100分。所以这个是我给你的意见，加油，你唱得很好啊！谢谢，谢谢。受益良多，受益良多。以后小黑的歌唱到像小白这样，你就成功了。OK， 对了，经理，谢谢。小白是谁？李白我就怕了。好了，谢谢我们这位参赛选手。原来唱歌就像这样哦，驾车这样，头扛牙，二扛牙，三扛牙，4扛牙，5扛牙，慢慢起哈，慢慢起，越来越强这样。来，接着下来编号8的参赛选手要上阵哦。杨培凯参赛歌曲《今夜搁再想你》。Yeah, cheer for your friend. 你离开，
已经几落年，今夜搁在想你，一切亲像在梦中。凄凉的暗暝，梦有大死你，无缘的为何来离开？今夜想着心伤悲，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过去啦无缘的。今夜搁在想你，疲惫的声音引我心稀微。无缘的无论你倒位，我会永远思念你。虽然我并知影你甲我已无缘，过去啦。已经几落年，今夜搁在想你，一切亲像在梦中。今夜搁在想你，凄凉的暗暝，梦有大死悲。无缘的为何来离开？今夜想着心伤悲。虽然我并知影你甲我已无缘，过去啦。这个沸腾起来，开心嘞，阿凯。哎，杨培凯是我们三赛者当中算是比较年长的一位啊。呀，不是讲你老了，他年长了哈。但是没有我。老就承认老咯。哦，你对我面头前莫讲老哈。所以呢，歌唱没有分年龄了，没有分年纪的。我觉得他的中气也是一等一的，但是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跟看法，不会影响评判。凯哥你好，你好，佩芬。要不要特别也感谢一下你的今天前来为你加油的所有的啦啦队呢？好，非常感谢我的支持者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这里听我演唱，支持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大概有
有大概4排的观众朋友嘞，真的很开心哈。今年够在手力，这也算是比赛的一个大哥哈，大哥啊！欢迎我们的浩浩老师为我们讲评。裴凯，哎，好，今天表现得很好，哇！其实我一直很担心你啊，因为我一知道你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像小孩要开大车的感觉，因为呢，这样的歌曲其实。在你之前的比赛非常，你没有办法去拿捏到的，所以其实我们评审都其实心里面都有点数，都替你很担心。OK， 那你是属于选手方面比较真诚方面的选手，你不会油腔滑调的。OK， 你就用你自己的感觉来唱这首歌。那我看到你的努力哦，那每一次在练习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你。就非常的希望可以把它抓得很精准这样子，但我今天看到，今天金苗哥在手里，你唱出杨培凯你自己的味道。OK， 谢谢。哟，不错呢，没有什么挑剔啊。非常的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好，接着下来也是我们的歌王庄学忠老师。喂，凯哥你好。钟，因为刚才你一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有在猜啦，因为我是第一次看你唱歌，我在猜，这个年纪大概有几岁啊？但后来他一唱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哇，他的音色真的非常好，音色非常饱满，而且他是那种感觉，就出来那个声音啊，是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非常浑厚扎实，而且他有一度就是他音准相当的好啊。然后这个歌曲其实很难唱，非常难唱。啦啦队来哈，那这个歌曲，那因为它很多地方都是有那个4连音啊，一直在转的哈。然后我觉得你都处理得非常好，那尤其那2段那个比较free 的那个地方哈，我觉得那个是给你充分发挥的。那2段我觉得你做的真的特别的好啊，尤其是最后那个高音啊，那你冲上来那个梦中啊梦中啊，我觉得哇，你真的。我想可能如果我唱我都唱不到这样，真的，我觉得真的很佩服你的，真的很不错。谢谢。但是也有一些要挑的啦哈。那么就在第1段你唱完了之后啊，第1遍唱完之后，那最后一个尾音啊，我觉得你收的有一点随便啊，我当不青菜。如果你那个尾音，其实歌唱比赛表现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尾音收的好，其实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你如果那个第1遍最后那一段的尾音再处理的好一点的话，我想会更圆满。然后在第2段那个 free 的那个地方哦，你那个最后一句那个盲丢那个最后那个音，我也是略嫌它还是不够收的不够完善。如果这2个地方啊再投入点的话，再长一点，收的再完美一点的话，会更好。然后还有一点要挑的，给你一点建议，就刚才我看你的台风啊，你在唱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到你有一点好像心不在焉的感觉，然后你会望一下这边，望一下那边，这感觉我觉得可能你如果你改天你有在要比赛或者要上台的话，可能你对着镜子哈，那自己在反复的练习，看一下你的台风啊。那我想你改掉这一些小瑕疵之后，我觉得你将真的会表现得更加的好。今天你的歌唱，我个人非常的赞叹。哇，谢谢。冠军歌王，赞哦！不要以为你声音好，你就可以随便摇来摇去的。眼神有飘掉，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编号8哈，凯哥心情怎样？心情怎样？现在 happy 吗？现在心情放轻松，有一点轻松，还在紧张，还在紧张，对。这里哦，对，进去不要太高兴，照顾别人的感受啊。含蓄一下，含蓄一下，谢谢，含蓄一点，含蓄一点。谢谢，凯哥，谢谢。凯哥，哇，帅！等下多拍几张照片哈。OK， 接下来是编号9，这是囡仔哦。啊，囡仔。我个词袂识嘞。喂，因为大哥呢都是这9场的指定主持人，所以他对我们的参赛选手呢，这个背景都了如指掌。我感觉他都还没长大。听一下，看一下，黄思顺带来的歌曲《为你活下去》。
一切，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小过程。跋倒敢着袂当搁行起，若不是天在考试，敢还有啥物道理？但是我敢会使放弃，敢通讲后悔，我要为你弯落去。哦，就算剩一口气，我嘛要勇敢去面对，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啥你相信我的心？这一切只不过是你心的一段小过程。跋倒敢着袂当搁行起，若不是天在考试，敢还有啥物道理？但是我敢会使放弃，敢通讲后悔。伊离我落去，哦，就算一口气，我嘛要勇敢去面对，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但是我。我要为你弯落去，哦，就算剩一口气，我嘛要勇敢去面对，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谢谢。哇哦，BB 声很响亮哦。诗顺你好，诗顺的啦啦队在哪里？在哪里？耶 ，Hello，哇，超帅的哈，那个板板，不好意思，还有不好意 LED。思，因为中间有后面那边因为麦克风的关系，他整段不见了。整段对他来讲，比赛这样子很不公平，因为他应该发挥的时候，可能是在那一 part 的时候，他不见声音不见掉。我们能够意思是，我们能够要求再来一次吗？重唱。评审一致通过。一致吗 ？OK， 因为他有一段真的是不见了，评审对他来讲真的。如果我个人，我个人人是反对，因为他刚才已经卯足全力了。如果你两首，我不知道他拿第一首还是第二首来评分。我没有，如果是这一次，他如果再唱一次的话，其实我们就拿这一次的来评分。其实我到那一段不见，我个人我完全没有被他影响。没有，我觉得他刚刚好是那一段，我是有感觉说他那一段是在发表，他要发挥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是突然之间不见掉。 7位评审举手表决，好不好？ OK 觉得要重唱的，请举手。当然，哎，为什么没有人？因为我我觉得，因为刚才他那一段不见的时候，但是他非常的稳健，而且我觉得评判老师心里面已经有一把尺，他们的分数已经要达到哪里了？配分对，对，他们的分数已经达到哪里？对，我觉得是已经刚才的状况。OK， 现在我们的参赛者，那我觉得让你自己去决定，你要这样，你要我们这样子评，还是你要再重唱一次？因为麦克风失灵，像丽丽老师说的是对你是有这个 disadvantage 的，对，让你来决定。我个人是不会被影响。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其实我刚才我觉得我真的是有在就是卯足全力啦，然后我觉得我觉得但那一段可能不是特别长吧，我不知道啊，可能2个 bar 3个 bar， 然后我觉得可能不影响，因为可能在中间那一小趴，然后可是前面跟后面我觉得其实可能有让你们所有人听到我要表达的东西吧，我觉得可能一小段可能影响不大吧。好，所以你的决定是？我是决定不重唱。不重唱 ，OK。好，好，那我们也感谢丽丽老师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建议哈，因为也是要让你觉得你是公平的，对。来，那我们麦克风千万不要再失灵了哈，不然让你来吞下去。不是，我觉得有时候不是麦的问题，有时候是网线的问题哈。好，前面的人都没有问题，是吧？再到他这边出现一小问题，我们是当做网路有点问题，好不好？呀，那抱歉哈。奖评由我们王磊老师先来对刚刚伟力瓦洛奇这首歌，我蛮喜欢他的声线，他属于年轻，而且这种福建歌是闽南语歌曲是属于流行的，不是属于传统的，所以他刚才我还是建议他不重唱。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这种歌应该多一点比赛，可以代表新加坡去参加全球闽南语大赛。我觉得你是把声音在台湾发展，我觉得你前途无量，而且你又年轻，你看一看就帅过我，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几岁？34岁。我看不出34岁 ，baby face， 真的。逆龄。真的，我跟你讲，他今天完全我找不到他的缺点，所以我一直不赞成他重唱。他如果给我真正做到他是，可能他对福建歌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换气方面还是有一点问题。所以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换气可能，我不知道有被麦克风影响吗？因为现在我所说的是，麦克风出了状况的后面是已经出了状况，我不知道他被影响吗？完全是前面我真的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他，我希望他加入我们的歌台。好，谢谢老师。对，就靠您扶一把了啊！来，朱丽丽，我为什么会说我要让你重唱？因为我现在我是在下笔的，你是我要做评语的，我怕我对你的评语是不公平。我知道。OK， 这首歌你刚刚开始的时候虚音，现在很多流行。很多时下流行的歌曲都是用虚音在唱歌，所以虚音如果你拿捏的不好的话，就是变成飘了。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稍微飘了一点点，然后第二段你再唱的时候就准了，因为你已经拿捏到那个虚音的位置，所以第二段的时候你就回来了，你就准了。所以我是觉得你的音色非常的美，非常的美。然后呢，真假音、虚音都混合的很漂亮，很自如。谢谢。希望你能够用你那么美的音色、那么美的声音，再继续为所有的朋友唱歌。加油！谢谢。哇，好评如潮哦！是。有没有看到那个现金奖离你越来越近？叮叮叮叮叮叮。但是还有一位啦，还有一位。所以我觉得声音跟外形都是成反比的多啊。那不过他很可爱，他长得非常可爱，
呀，你还有几十年可以去奋斗啊！那福建文化就靠你们去传承。是有心不怕迟啊！今天呢这么多的观众记得你了，谢谢，祝福您。等一下期待成绩揭晓的那一刻，祝福您，期待在前3甲可以看到你。OK， 我们都希望自己所支持的对象能够挤进前3甲，但是只有3个位置啊，那就期待待会的成绩揭晓了。好，赶快欢迎编号10的张嫣芳带来歌曲。险景，险境啦，险景。有啥有苦？
姐。芳姐的支持者坐在哪一区？哪里？哇，尖叫声！希望你们有被她的歌声感动啊！哎，张艳芳一路来都被看好是一匹黑马。哇，今天这首歌的和弦呢，很不简单哦。让我们的2位呢重量级的老师来为你点评一下 ，OK？ 好，有请庄学忠。老师好。你好，OK， 艳芳，那刚才其实听这首歌哈，那乍听之下觉得这个歌曲好像很简单，很容易唱，啊，那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啊，听起来，哎呀，好像在轻声低吟啊，然后慢慢投入。那其实你今天演唱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音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很多地方那个音准它是会比较飘的。然后在要接近副歌的时候，那就开始有一个转那个调转 chord 的那个地方呢，那你是相当明显的几次呢，那你都是你的歌声跟那个音乐是有一点不协调的。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致命伤了。今天看起来是这样子哈，而且我会发觉到你其实今天唱歌，你会很担心，然后很紧张，所以变成很多地方你会变成处理的它不是那么的完美。好，这个我想可能还是要多多的加强改善，尤其你的高音的部分，好，谢谢要非常注意。好，谢谢。好，小凤凤。芳姐你好，我叫艳芳。老师好，艳芳姐，我想说的是，我反而想问你，你刚刚听了你自己唱完之后，你觉得你今天唱的你满意吗？不满意。我们也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有点替你可惜，因为刚刚其实一进来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听出很多问题，然后问题而且是越来越多。可是唱到这个慢慢你进入佳境，你抓到那个感觉之后，让我又觉得，其实你唱歌很好听，其实你是会唱歌的。当我开始对你有一点信心的时候，中间的时候你又有问题了，所以我就会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今天。所以当然，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你今天选了一首真的很不容易驾驭的歌曲所以下次如果要选这一种这么难挑战的歌曲的时候，练熟一点，好，再练熟一点，让自己跟这首歌曲对这首歌曲更加的认识，不管是它转去了哪里，你都能跟着转。对，好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这个点评，谢谢。所以有句话说，一定要练习到200分，上台的时候还有剩100分。每天要唱100次，一定要的，一定要的。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邀请7位评审退席到后台来。这个做出这个成绩的最后确定。谢谢我们7位评审老师，7位辛苦了。来，我们给评审掌声鼓励鼓励。小凤凤、庄学忠、朱丽丽、王雷、许琼芳、浩浩、林如萍。是的，不要打架哈，乖乖。加油！好，配分啊。我看新闻报道说，最近呢感染冠病的人数增加了。好像是嘞。这几个礼拜也有好几天出现超过1万起的病例了。对呀。最近我也经常看到 Facebook 跟听到身边有朋友家人或者同事都说，哎呦，丢 COVID 了，感染到了这个冠病哦。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我倒要问回你，为什么呢？我问你为什么，你又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呢，那个奥密克戎Omicron 病毒它又变种了嘛。变来变去变了2个孩子嘞，叫什么 BA.4 跟 BA.5 的变种毒株。那这2个毒株比 BA.2 变种毒株传播的更快嘞。No wonder 啦，最近这样多人中标了。哇，原来是这样。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阿公阿嬷，我们大家都要小心谨慎的防疫，记得戴好口罩这个缓慢疫情的扩散。
那除此之外呢，接种疫苗是防疫的最重要措施，快一点、早一点、早日接种冠病疫苗和疫苗追加剂，能增强我们自身的防护能力。是，我听说目前还有大概6万名60岁和以上的乐龄人士还没有接种疫苗追加剂，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打第3针，只打了2针。哎呦，为什么这一般阿哥、阿弟、阿公、阿妈还没有打追加剂嘞？等什么嘞？其实啊，我们从去年就呼吁大家要去拍针、拍第3剂哦。那放心啦，这个追加剂呢是安全的，是没事的，放心放心。而且新的一波疫情又来了，政府再一次的鼓励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应该立刻马上接种第1剂追加剂。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说的是啊，尤其是80岁以上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以及较高风险病患，当局呢强烈你们尽快去打追加剂。如果你已经打了第1针的这个追加剂的话，5个月以后你就可以接种了第2剂的追加剂了，就是怕这里第4针加强保护。是的，50到79岁的朋友也可以选择接种第2剂疫苗追加剂。年长朋友可以前往任何一个联合检测跟疫苗接种中心接种追加剂。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遍布全岛，像阿摩桥啦、鲁龙当啦、巴西利啦、伊顺啊都有。大家呢不妨上网 vaccine.gov.sg/locations 查询有关我们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的地址跟他们的营运时间哦。是，年长者如果万一不幸感染了冠病，后果可能会很严重。需要氧气呼吸的可能性也比较高，所以还没有打追加剂的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尽快去接种追加剂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除了戴好口罩和接种我们的疫苗追加剂，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就留在家里，迈出门。大家也可以定期进行自我检测。是的，说的太好了。阿里拍第几针了？我第4针了。好，好。我想过。因为我们都接触很多的人啊，不管你有没有接触人啊，就算你没有接触人，你的家人也有出去工作、出去上班，怎么样都有接触，所以一定要打第4针啊。对，我们记得新闻也有报道哈。卫生部已经开始通过呢邮寄的方式呢，为每一户家庭派发10个 ART 抗原快速检测仪，鼓励大家自我检测。太好了，请大家合作，做好防疫措施哦。That's right。OK。那今天晚上是我们第2届的 Lim Ah Boy 杯哦。晚上咩？今天晚上。今天傍晚，今天中午，第2届的 Lim Ah Boy 杯，那就不知道第1届的冠军是落入谁手呢？张晴雯，我们也请她到台上来为大家高歌一曲，为你想，替你想，为你想，替你想，张晴雯。谢谢。谢谢。再会啦，心爱的人，你别啦。心情茫茫，但是对你也有期待，怎会来伤心感慨？一段情不甘难，一场梦听做世界。是啥？
若不是对你也有期待，怎会来伤心感慨？一段情不甘来梦，一场梦听做世代，人两人做阵是无希望，劝你唔通搁流浪。雨落袂停，头前的路看拢袂清，不管未来变成啥物的人生。林阿威杯冠军张晴雯，是不是唱得很好？真的很棒！谢。哇，唱得很棒 ，Thank you， 恭喜你！呀，不是浪得虚名的哈，谢谢，这是我们去年的冠军啊。对，谢谢您今天宝贵的时间。谢谢。真的，虽然我们第一届 Lima Boy 这个歌唱比赛哈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呢来进行的，但是呢每一个步骤呢都是呢没有马马虎虎的哈。是啊，真的，因为评判啊所有的规格还连线到不仅是马来西亚，还连线到台湾来邀请这些呢实力派重量级的评审来为我们点评。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主办人Lima Boy 上台唱一首歌。耶，是的，大家的群众要求啊，说我们Lima Boy 老板也应该唱一首歌，为我们助助兴，好不好？本来没有唱的，今天陈大哥啊，讲你一定要唱，今天一定要的，让我们表示你的热忱，对你对福建歌曲、福建文化的热爱，所以你要以身作则嘛，哈。对，不过我举办这个比赛，最好全场都可以参与，全场都可以参与。这首歌叫张雄出来陪我唱呀。来，张雄。阿雄啊。Hello， 大家好。对，张斌哥好，培芬好。对，张雄是也会见了啊，会。因为这首歌我也不太熟，是我感觉我们新加坡人应该要唱这首歌，一定要唱。世界第一定。来，因为我感觉我们新加坡人真的是世界第一等，一个小岛国，可以握全片，是，所以张雄有没有办法把歌词放出来？可以，我们去年就已经准备好了歌词，对，歌词，大家一起唱好不好？世界第一天，好不好？有歌词，每个人都可以唱，我们全场一起唱，全场一起唱，我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唱。全场再来一个掌声给 Mr. Lima Boy 好不好 ？Lima Boy， 耶！呀，阿 Boy， 这边来瞧，1、2、3、4。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猛，
有时命，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去吃嘛会出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拢是一生。一杯酒，两角银，三分故事嘛来斗阵。若要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等，是缘分，是注定，好汉半梦来相见，不惊风，不惊雨，有情有义的好兄弟。短短来公益，佚佗着赚少年时，求命你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生。大家会唱的一起唱，歌词就在这边，谢谢。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涌，有时猛，有时平，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去吃嘛会出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那是一生。来，副歌的时候，我们全场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来，打开你的手机电筒。哇！一杯酒，两角银，三分故事嘛来斗阵。若要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等，是缘分，是注定，好汉半梦来相见，不惊风，不惊雨，有情有义的好兄弟。一杯酒，两角银，三分故事嘛来斗阵。若要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等，是缘分，是注定，好汉半梦来相见，不惊风，不惊雨，有情有义的好兄弟。短短的公益，佚佗着赚少年时，求名利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生。谢谢Mr. Lee妈妈，谢谢平哥，谢谢培芬，谢谢阿雄，谢谢张雄。好，现在后面还争论到很激烈，我们就先听歌，好不好？今天这么难得，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呢，还邀请到了2位远道而来的嘉宾，所以是的，一定要听他们唱歌。对，一位就是大马冠军歌王庄学忠，我们欢迎他出场，好不好？带来这首《风雨恋》，学忠。浪子泪，都是泪，接啦，播沙拉都是卖接。一放沙拉，来听啊哈，拢是好听的歌就好。不觉掉下眼泪，浪子的泪为谁？故乡啊，何时重回？爹娘啊，爹娘。有醉流浪天南地北，啊啊啊！
虚深深是修你的了解。谢谢，感谢大家。好，大家午间好，我是庄学忠。该给你带的一首歌曲呢是《浪子泪》。然后今天我唱了2首歌呢，都是华语歌。因为我今天不敢唱福建歌，他们刚才那选手唱得太棒了哈，真的是不是？啊，我想大家都有同感啊，真的这些歌手真的唱得非常好。这个闽南语歌曲、福建歌。好，那现在再给大家带来的第2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脍炙人口、非常熟悉的这首《风与恋》，献给您，一起来欣赏，谢谢。一阵风，一阵雨，风雨太凄迷。一阵风把那爱情吹进了我怀里，一阵雨把打进了我的心里。我在风里爱你，在雨里恨你。风雨
谢谢庄学忠，谢谢，谢谢。紧接着下来，我们欢迎大马福建歌后小凤凤出场，为您演唱这一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胭脂妹都关罗雅》，掌声鼓励欢迎小凤凤。大家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大家，各位新加坡的朋友，你们好吗？很开心，可以再见到你们，阔别3年啊，看到大家一切安好，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在这边也祝福大家，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如意。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林阿boy大哥邀请我来做这个评审，让我有机会来新加坡。
玩、吃了很多这2天，所以非常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那希望今天大家听歌都听得非常的开心。那接下来我也不多说了，因为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在等着成绩。其实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到底谁是冠军，我自己也很紧张。那接下来呢，就带来第2首歌，是一首抒情的歌，送给你们，叫做《无言花》，无言花，感谢，谢谢。谢谢小凤凤，感谢，谢谢您。OK， 大家一定会想，哎，他们2位唱完了，王雷有没有唱呢？啊？王雷要唱吗？啊？王雷要
唱吗？把他请出来，他还在看有没有现场哦。还在来，掌声欢迎我们的直播天王王雷！来，我们的一不是我不要唱，不是我不要唱，因为大家都有看到报纸嘛。是最近进了医院了，刚刚出来，人就全身检查了，结果很多人担心，哎，王雷最近你有什么事情吗？只是其实全身没什么事，没有事情，是心脏的跳的速度不规律，需要来新加坡国大还要查多一次，查多一次，还有另外一个测你的前列腺呢，真的给你猜到，林北真的前列腺有问题。哎，你是乱猜乱中不是我们总年猜乱中，不是我们的年纪都是这种情况。看他那个脸就知道前列腺有问题。你跟我一样的啦，小便要划掉边，对不对？给他本逼个帮你出对不？对。我曾经经过这样的一个我是过程啊，我是前列腺怎样是人就烧了喉咙，哎，生东西。就喉咙有 problem， 对，喉咙有 problem，所以广东人说得好，财多身子弱，明天生一粒，中午无半粒，够嘞。好好讲哦，就收在这里就好，收在肚脐以上就好了。没有，不是标唱，我很喜欢福建歌，我真的太爱唱歌。我是一个甘崩，我不认识字的，我很喜欢福建歌，从小一路就福建歌陪我长大。而且他是比赛的过来人。对，我是比赛。你还记得你当初比赛什么歌吗？我比赛的时候联络所比赛，那时候是为了奖金而去比赛。因为那时候老婆我们都很辛苦，连为了那250块冠军，跟他拼，跟他拼去比。就是以为去到那边400多人，哎，我站了凳啊，少凳，我直接回家了，还要排队，因为刚好联络所在我楼下，马士林联络所，然后我在家里刚好他就打电话来，哎，到你的灯了，哎呀，不太急，我在楼一头等，然后就唱了第一首，有影无，进了给我挤入第2关，很开心。挤入这个可能是半决赛这样子，5关斩6将给我进入大决赛。结果250就跟你回家了。没有，我拿第2名。哦 ，OK， 150块。OK 的，有。第1名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也有在歌台唱过。谁？高飞。哦，高飞已经飞了，他去做和尚了。没有了。OK， 那今天你坐在台下看有什么感想？我跟你讲，如果我今天个人觉得，我讲福建啊，我讲福建，好听。我感觉啦，比赛人太紧张了，头1位到第6位，拢总真紧张。哎啦，你做人。不是我，但是你要比赛就是以后要出来表演。咱要安怎下摆卖安尼紧张？你会使好淡薄滴。其实我比赛谁站在舞台都会赢。其实你当他们是你家里人。我每次2节公3节公4节公5节公6节公大伯公土地公。大伯公啦。你当我家己人，当家己人出来服侍大伯公啊，对不啦？他就会保佑你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全场，好彩是薄饼，好彩薄饼。我跟你们2位主持，今天我打满分，谢谢，太棒！如果赞成来掌声一下。希望叫什么呢？穿针引线。哎呦，华哥真好。其实办歌唱比赛的人很多，但是办的有气氛的，就是要拿捏功夫了。因为就是林阿 boy 杯，我们才能够这样敢玩敢讲。我跟你讲，真的，因为跟阿 boy 很熟嘛，对不？我跟你讲，就是今天你们发挥到尖兵，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你是林北的评审，太厉害。一个我摆7个的，一个我摆。一个跟你评审的，你喜欢？对呀。你刚才讲紧张哈，一定会的吗？对啊，我跟你讲，有办法的。安装呢？我已经想到了。来，第3届10强肯定不紧张。安装出场之前在那边，林阿伯站那边，一人给2000。先赢2000了，就在阿伯，讲到对敏感啦。隆重的是阿伯就对了。那真正感谢咱的这策划人啊，阿伯真的在疫情当中帮助到很多我们的演艺人员，真的，包括工作人员。我也是他帮过我啊，真的。我来唱歌，叫王雷来啊。那个好难这里歌里。真的，线上节目就所以从不认识到现在，所以最辛苦是我们的旅者大乐队。是的，也给老师。给放流的。掌声，谢谢你们。哎，我真的很想唱。
但是不要了，买下水，买下水，买了，不要唱到一半走掉啊！哦，不要了。那这样我们也请。我蛮辛苦的嘞。啊，你我现蛮辛苦啊。在没有，等下跟你们见面了，我要飞回去 KL 了。对。我今晚要去 KL 你看我这个时间哦。哦，去吉隆坡辛苦啊，不然你去西百坡喽就不会辛苦了。哦。搭的士就到了。搭的士就到了。去过那四线公会啊，我西百坡有food court咧，在食物件，食了才飞。OK。你听几多路？哦。人讲去西百坡food court 食物件。有什么家嫂鱼头米粉啊？哇，隆中你该拍广告，敢若伊隆中拍广告的。上重要是爱去食鱼啊，吼，食野。对。呀，那你休息一下。OK，谢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我们的参赛者出场之前，我们要请 Mr. Lim Ah Boy 到台上来，很重要的时刻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啊，可以说是一个慈善的活动。怎么讲呢？我们卖票的所得1万多块，我们全部捐出去。所以你们都是大好人，今天大家都进来行善，谢谢各位。所以我们欢迎 Mr. Lim Ah Boy， 请 Mr. Lim Ah Boy 这个3张支票准备好。支票我们交给你吗？捐那个，我交给你吗？刚才没有交给我。因为今天他也是很冤忙碌枉啊，没有交给我。有没有吹一下？他也是非常的忙碌哈。是。非常的感谢他有这份心来为我们做这个慈善局啊，代表大家好来做这个善举。首先第1张是给马来团体的。马来武术。Malay 武术总会 Martial Art Association. Right? Can we have our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association to collect the check on behalf? This is our kind donation. Our little kind tots. Singapore Silat Federation, right? Yeah. Yeah. Hi, good evening, everyone. I'm Fairuz, representing Silat Federation, Singapore Silat Federation. Firstly, we want to thank Mr. Lim Ah Boy, a very generous man with a very big heart. He's given us the support and trust throughout this time and the donation. And Singapore Silat wanting to reach out to all the audience in Singapore. And Mr. Lim Ah Boy has opened the door for us. And again, we thank Mr. Lim Ah Boy for that.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也给你们知道一个好消息啊！他们昨天在马六甲决赛拿到2个团体金牌，世界团体金牌，连今天拿到1个个人金牌，现在比赛还在进行中啊！这个是新加坡的光荣啊！是的， Thank you so much for winning numerous medals and a great success and bring Singapore proud.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is check presentation gives you great encouragement.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要捐赠给票房的收入部分捐给 Kereta Air Kim Seng CCC CDWF。谢谢。我们请牛车水的代表，不是 Mr. Bay 啊，谢谢，讲几句话啊，客气一下。好，谢谢。所以对不起啊，年轻一点，所以不太会讲。OK， 所以也感谢 Mr. Lim Ah Boy 就是捐助这个给我们的 CWF， CWF 就是我们委员会嘛，我们就会有时候需要有居民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里就是会帮助他们啦。对。好，谢谢 from CDWF。谢谢。好，接下来另外1张支票捐献给由新加坡艺人工会，还有牛车水小贩这个商联会以及新市路促进会3个会组成的一个魅力无限牛车水系列的活动，需要一些基金。好，现在我们有请新市路促进会会长谢敬贤 BBM。
还有小贩商联会第一副会长吴明银先生，还有艺人工会的副会长浩浩先生啊，也上来一起接领这张支票，好不好？因为我们3个会联合在一起，会经常主办一些慈善活动，也是造福牛车水。居民朋友，谢谢林先生为我们这个赞曲，我们将会用这个善款来作为牛车水的一些乐龄活动，还有文化艺术方面的活动。谢谢 Mr. 虾，谢谢，好，谢谢3位，谢谢。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邀请10强回到舞台上来，有请今天的10强。请我们10位参赛选手依照顺序，请为他们鼓励。今晚不管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经尽了全力，享受了自己在舞台的时刻。好，给他们掌声鼓励。好，接下来在公布成绩之前，我们要颁发感谢盾牌给我们的评判。第一位是林如萍，哎，这个感谢盾牌。非常感谢，其实大家这个 schedule 都很忙啊，行程都很忙，但是为了推广我们的闽南语歌曲的文化，大家都义不容辞。好，第2位是浩浩，来欢迎浩浩老师，今天也辛苦了。第3位，我们欢迎许琼芳老师。这几场的比赛当中，他们也给出最专业的点评。接着下来，王磊老师，王磊，他们的这个专业的点评，让我们的选手们都对自己的歌唱都有所突破，有所进步。朱丽丽，朱丽丽老师，欢迎，谢谢丽丽老师。还有欢迎我们的海外表演以及评判嘉宾庄学忠老师。谢谢。再来就欢迎小凤凤老师。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小凤凤、庄学忠啊，不辞劳苦啊，从老远的 KL 来到新加坡，我们拍一张照片留念啊。哎 ，Mr. Lim， 来，会遮到后面的人，我们还是没有，怎么办呢？啊，算了啦，你们先拍了啊。哎，Mr. Lim 不用蹲啊。来，我们就跟7位评判啊。好的。那请评判啊回去后台休息一下，先做休息啊，先不要回家哦。啊，还有罗邦哈啊不是哦，你要先做。OK， 好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2位我们这一次非常鼎力支持的赞助商，一位就是丢亨卡拉 OK 的创办人。Not three， 张养兴 PBM， 另外一位就是阿莫的创办人杨明先生，杨总，请2位到台上来。是的，也谢谢2位鼎力的赞助，让我们的参赛者有这个很好的一份鼓励，给7份优胜奖。请后台把成绩交出来。哦，来。哦，在这里咯，信封呢交给彬彬哥哥。想必呢，现在我们台上的这10位选手，又是回到这个紧张的情绪了哈。哦，那个成绩在他手上哦，先让大哥先消化一下，因为
是热腾腾的交到他的手上。站不稳。OK 吗？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成绩出来了，7份的优胜奖得主。是我们不分先后，好不好？我们先让丢黑先生请做准备。好，先请 Not to Three 张养兴颁发4份的这个优胜奖得主。好，优胜奖得主将得到现金奖500元的大鼓励。好，第一位就是编号是林爱琪。还有奖杯一座，你们家就可以少买一个杯了，这个也是可以喝水用。来，第2位是编号1王顺忠。参赛歌曲《抛啊香》。好，第3位编号2许美传。新吗？参赛歌曲对。今天他做了自己的一份突破，他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好，第4位编号10张艳芳。参赛歌曲贤姐。点将。再下来这位是编号3柯温婷。接着下来我们要有，谢谢 Not to Three 张养兴，有请杨明杨总，我们阿莫的创办人。阿莫的床褥睡得非常的舒服，一觉到天明。所以由我们杨总来为我们做颁奖，也谢谢今天阿莫热情的赞助。好，接下来下一位是编号5黄凯琳。凯琳的参赛歌曲是《爱尬敲鬼》，继续努力，这是一份很大的鼓励。好，剩下4位还没有叫到名字的，王思顺、周晋生、吴凤妹、杨培凯。忐忑。接下来这位得到优胜奖的就是编号8杨培凯。海哥，祝福你。那剩下3位位置哦。好，谢谢杨明杨总哈。杨总要继续我们颁发。再等一下哈。然后3位请出列。3位，谁有冠军的脸呢？我们要先颁季军啊，第3名，季军是。季军得主。等一下，没有，等一下。颁奖嘉宾是吧？颁奖嘉宾是杨总。颁奖嘉宾是我们的杨总，对。杨总，所以他的奖金是1888元。还有您的那个床褥，有没有带来？还有您的卡拉 OK 一起搬。OK， 杨总办事，Not to Three 办事 ，OK， 请放心哈。好 ，OK， 稳稳的，都在这里哈。好，3份哦，所以季军可以获得1888现金跟这个价值1299的。阿莫床褥，还有价值1999的瓦苏卡专业卡拉 OK 系统。好，第3名就是福凤妹。阿妹呀，阿妹，恭喜！这是给阿妹很大的一份鼓励。阿妹得到的是1888元的现金加奖杯一座，还有阿莫尔的床褥，还有瓦苏卡。好，亚军的颁奖嘉宾是 Not to Three 张养兴 PBM， 现金是3888 ，OK。
外加奖杯1座，还有 Amore 床褥价值2399，还有价值2999的瓦苏卡卡拉 OK 系统。我们会先报冠军，然后先颁亚军，好不好？有清楚明白。我们会说冠军是谁？谁是冠军？你们猜？是晋升，周晋升。你们觉得是周晋升冠军的？掌声来一点。哦，呼声不错哦。你们觉得是黄思顺冠军的？来一点掌声。阿准这边也是不错哦，冠军、亚军差0.35。那差距是很小哎，很小，好不好？几乎2个都是冠军了哈，但是还是要分一个出来。冠军第2届林马博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大决赛冠军黄思顺，亚军周晋升。晋升哥，我们颁奖给周晋升。晋升哥。来，奖杯。恭喜晋升哥得到了我们今年度第2届 Live Up Boy 的亚军荣衔。OK， 有2班啦，这个是比较那种传统式的唱法，那种是比较流行类式的唱法。可能他的唱法比较让我们的这个评判心动哈。所以 OK， 恭喜你！那现在冠军 Mr. Lima Boy 来颁奖，可以获得6888现金奖杯1座，还有阿莫尔床褥价值4999，还有 Tokay 瓦苏卡3999的专业卡拉 OK 系统，让你歌越唱越好。来访问几句，现在的感受是怎么样？爽就是爽。有没有想到自己会拿冠军？哎，我没有，这是真的没有。我觉得到现在没有啦。我觉得可以走到大决赛，其实真的不简单。我是包括后面9位，然后我觉得每一个都是不简单，包括我自己。对。辛苦你了。好，再次恭喜他，请接受你的奖杯，快点！好，恭喜你。这个时候，我们要欢迎我们的这个评判再出场，好不好？我们的评审老师。评审老师，哈，那这个，哎，哇，林马博先好像有什么话要讲。对啊，本来应该是全体唱一首大合唱，对，我们要大合唱了。爱拼才赢啊！对。不过让出3分钟给我，给你3分钟。3分钟，好，没有问题。3分钟是为了奖励过去9场比赛的常驻评判。是，我和夫人个人包的红包了，奖励他们。来，红包拿出。评判老师，谢。还有红包拿，额外加码。老马早知道我去做评判就好了。没有啦，我也非常的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哈，担任我们的司仪，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2位赞助商请再逗留一下。好，您要怎么分？来，第1位评判，我们的常驻评判出来好不好？3位，林如萍、许琼芳、浩浩。因为琼芳和浩浩要赶着去主持，没有，因为我带领好了，我们带领好了，对，我们带领好了，我们带领好了。OK。好，每个人的红包是先给浩浩的，浩浩3158了啊，3158，哇，这个红包3000贵啊，4位数的红包。好，还有林如萍，谢谢，许琼芳，我带琼芳，许琼芳。还有1包在里面。你琼芳唔免了，冇就唔记啊出。琼芳诶，挂名好我就好。挂名好你啊，咁啊，你退而家会使吗？哎，有没有一个助理帮他一下？没有，伊家己保险箱啦，我自己的保。OK。哇，好大嘞！你的奖杯。许琼芳的，帮他拿一下。这奖杯特别做的嘞。OK， 我听大哥说，是一做奖杯几千块。哦，是几千块。
谢谢大家。还有什么？张雄，张雄出来，我们的节目总监。是的，他也忙上忙下。我们的导播啊，我们的导播。好，3188，今天的冠军陈大哥，6188，我也有红包啊，6188嘞，6188，感谢。比赛的灵魂人物啊，谢谢，感恩。还有吗？还有啊。还有啦，其实还有是我们私人，我夫人私人，应该是私人的问题不是问题啊，就是我们两个认同的就是感觉私人的诚意我们的诚意张雄这拜条外无讲，这囡仔真乖我真拍拼真骨力，所以我夫人呢捐一张30千的支票给张雄。让张雄在事业上走得更好，更顺。好，谢谢。好，这是我和我夫人的一点心意了。哇，张雄啊，你举个手好吗？Mrs. Lim 举个手请接受张雄的一鞠躬。干妈、干爸、干爹，快点叫！哇，要写新闻嘞！没事啦，没事啦。3万元的创业基金。年轻人哦，对，是我们国家的栋梁，是。所以每个人有机会哦。过得去的人，对，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真的。那张雄也是我直播室的总操把手是，全部由他一手搞定年轻人呢，电脑都厉害对。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邀请小凤凤、张学忠还没有走，来，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歌好不好？来，老师爱拼才赢，祝福各位，那也恭喜我们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比赛你们有你们的精彩，也谢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的大家，来，孩子再拿出来，来挥一下。